喲，馬年嘅 IPO 終於嚟到啦！祝大家新年進步，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馬上有錢。啱啱過完農曆新年，大家都喺度諗今年點樣發下新年財。今日同你講呢隻優樂菜共享2649，真係應晒景。有啲似新年食盤菜，睇落好豐富，但撩下撩下可能會撩到啲唔想食嘅嘢。優樂菜到底做咩生意？咪就係物流界的包租公。你以為佢只係賣紙箱、木箱？少年你太年輕啦！優樂菜係做循環包裝共享服務，簡單講就係將啲可摺疊嘅膠箱托盤租俾班車廠用，用完回收洗乾淨再租俾第二個，好似你踩 local bike 咁。不過佢哋租嘅係膠箱而唔係單車，佢哋主要客仔係班車廠，比亞迪、Tesla 呢啲大佬嘅零件供應商都係佢哋客。你諗下，以前車廠運零件要用即棄紙箱，用一次就掉，又浪費又唔環保。而家優樂菜同你講，大佬不如租我啲膠箱啦，用完我幫你洗乾淨，環保慳錢，仲要唔使你煩。就係咁，佢哋食正咗 ESG 同雙碳政策呢條大水喉。為想玩新股暗盤揾食，記住富途牛牛夠旺場。開戶之前入邀請碼 MCSN， 即刻搶200蚊現金券加1800蚊迎新。條片有攻略，睇片跟住嚟，包你容易過喺茶樓搶到1蚊一隻雞。行業趨勢，條賽道係靚，但講到行業前景，真係有啲似睇見靚女，但佢有男朋友嗰種感覺，好想要，但有啲難搞。根據佛約斯特沙利文報告，中國循環包裝服務市場2024年規模達515億人仔，預計2030年會升到896億。而且政策佬不斷出招支持綠色物流，好似工信部要求重點行業包裝循環率要達到70%，呢啲都係對優樂菜有利嘅。但問題係呢個市場太碎片化，全行有成3500個玩家。優樂菜雖然係汽車共享運營服務市場嘅一哥，市佔率8.2%，但成個循環包裝服務市場佢只係排第2，市佔率得1.5%。即係話仲有好多人同佢爭飯食，價格戰打到飛起，值唔值得抽？等我用3個字總結，諗清楚。支持抽嘅理由，龍頭地位係汽車共享運營，佢真係大佬，客戶流傳率仲要維持係89%以上，賽道夠靚，綠色經濟係大勢所趨，政策扶持力度大，長線睇真係有得搞。承銷陣容華麗。中信建投國際、XDBS、招銀國際呢啲大行幫手買飛，至少唔會散貨散得太肉酸。唔抽嘅理由呢 part 要睇真啲，增收不增利大鑊。截至2025年8月底止8個月，收入升5.1%，但股東應佔利潤跌7.8%，即係做到嘔血都賺唔多。數期收到手軟。應收賬款佔收入比重超過60%，收數要成168日。大佬呢啲係做緊生意定做緊慈善？太依賴汽車行業，公司99%收入來自車廠。如果新能源車補貼退波，或者中美貿易戰打鑊勁，佢就第一個領嘢。冇基石投資者呢個最致命，即係機構投資者都觀望緊，唔敢大手入貨。最終結論，如果你係長期信仰 ESG 嘅環保戰士，可以用獎勵倉位心態，小注抽一手，當買張6合彩，睇下幾年後會唔會變倍升股。優樂菜係一張故事動聽但現實殘酷嘅綠色門票，你要問下自己，你係咪真係願意為咗一個環保故事去承受佢賺錢越來越難嘅現實？不過如果佢係今期唯一一隻唔係 A 加 H 股嘅 IPO， 而佢嘅集資額又唔係太大，如果熱度夠，上市初期都可能有啲睇頭。想收到更多新股、潛力股同埋潛力幣資訊，就記住要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